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9月初2，咱做伙来读以西结书第29章到第3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9章，第10年10月12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对埃及王甲埃及全国讲预言，指责因讲。只管的上主安尼讲：埃及王，你亲像密伫河里的大海怪，我要甲你作对。你莫讲尼罗河是你的，是你造的，我要用钩仔交你的起槽，互河里的鱼卡伫你的篮。我要甲你甲卡伫你的篮的鱼，拢对河里捡起来。我嘛要甲你甲河里的鱼迄伫旷野，你会死伫野地，无人甲你收身尸，无人甲你埋葬。我要互你做地上的野兽，甲空中飞鸟的食物。安尼，所有埃及的子民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讲：埃及人，你对以色列人讲起来，不过是一支落地甲怪。因用手抓你拄涂骹，你就破开，伤着因的肩头，因的身躯靠你，你就转去，互因的腰闪着。所以我只管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互恁拄着战乱，人甲精神拢要互倒台死。埃及的地要趴远荒废，安尼人就知我是上主。因为埃及王夸口讲：尼罗河是我的，是我造的，我要甲你以及你的河流作对。我要互埃及的土地对北边的密夺到南边的色芬尼，一直到古实边界，全部趴远荒废，无阁有人也是野兽经过。40年久，埃及无人徛起。我要互埃及变做世间上趴远的所在。互埃及的城镇变做上荒废的城镇。我要甲埃及人赶散去列国，四散伫列邦40年久。只管的上主安尼讲：40年了后，我要组织受放逐的埃及人，带因对狩猎的所在倒来因的本据地巴得罗。伫遐，因要成做弱小的国家。是列国中上微小，袂当阁统治别个国家。我要互因衰烂，袂当阁管辖别个国家。埃及袂当阁做以色列的靠山，只互以色列人想起因倚靠埃及的罪过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至悬的上主。第27年正月初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大军攻打泰尼。巴比伦王甲伊的军队出来考证，逐个人拢落头毛，肩头溜皮。毋过，因拢无对泰尼得到什么。所以我只管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将埃及的土地交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伊要抢埃及的财物。将因的资源抢了，这战利品要做伊的军队的报赏。我要甲埃及交予伊，当做伊的工钱，因为伊的军队是为我做工。我只管的上主安尼宣布。迄时，我要互以色列强盛，嘛要互你以西结搁再开喙伫因中间讲话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第30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讲预言，你着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惨啊！迄日恁着大声哀哭，迄日到啦，上主的日逼近啊！迄日是乌云密布，列国受刑罚的日。埃及要拄着战乱，古实会感受痛苦。埃及人受屠杀的时，
人民的财富要互人抢去，伊的根基完全受拆毁。古时人、弗人、努地亚人、阿拉伯人、古朴人，以及甲埃及革命的，拢要甲埃及人做伙死伫倒的。上主安尼讲，对北部的密夺到南部的色弗尼，所有支持埃及的人拢要死伫倒的。埃及夸耀的关系要降低变做卑微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埃及要变做世界上拍远的所在，无一个城镇会比埃及的城镇搁较荒废。我放火烧埃及的时，所有帮助埃及的嘛要受遭灭。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迄日，我要派使者坐船去古实人遐，安稳自在的古实人要行刑，要有亲像埃及所受的痛苦临到因。看咧，这个事连绵要发生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通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遭灭埃及的人民，伊要带领列国中凶恶的军队来毁灭埃及。因要用刀攻击埃及人，互尸体满世界。我要互尼罗河大哭哭，甲埃及交伫邪恶的人手中。我要通过外国人毁坏埃及的一切。我上主安尼宣告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毁灭偶像，对明会师拄起因身上。埃及无阁有君王，我要互埃及人活伫行刑的中间。我要互埃及的巴特罗变做风波，用火烧索安，刑罚大城底比斯。我要将我的大象器摒伫埃及上坚固的要塞，嘛要消灭底比斯的人民。我要放火烧埃及，要痛苦加滚。底比斯的城墙要受攻破，明会师要规日受对敌攻击。希利波利甲比白色的少年人拢要死伫倒的。遐个城的居民互人掠去。我毁坏埃及的关系，互伊夸耀的溃烂终止的时，达比勒日时要变做黑暗，乌云甲伊压看，所有的居民拢要受掠做俘虏。我要安尼刑罚埃及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第11年正月初7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我已经拍断埃及王的一支手骨，无人甲伊医治包扎，互伊有力通举刀。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甲埃及王作对，拍断伊两支手骨，甲勇的甲受伤的拢拍断，互伊手内的刀落到涂骹。我要甲埃及人放逐去列国，四散伫全世界各所在。然后我要互巴比伦王的手勇壮有力，甲我的刀交互伊。毋过我要拍断埃及王的手骨，互伊伫巴比伦王面前亲像受伤要死的人还会惨。我要互巴比伦王的手勇壮，互埃及王的手衰烂垂落去。我甲我的刀交互巴比伦王，伊举刀攻击埃及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甲埃及人放逐去列国，四散伫全世界各所在。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第31章。第11年3月初1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得甲埃及王甲伊的人民讲，你的强盛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
你看，阿术捌亲像黎巴嫩的皮香树，枝叶青翠，树林木生，树丛悬大，树尾拄天。皮香树有水润泽，地下水源互伊悬大。伊栽种的所在四周围有江河，支流灌入田野所有的树木，所以伊比其他的树木较大丛，因为水源充足。伊的树花长搁多，叶茂盛。空中的白鸟伫树尾做寿，地上的走兽伫树影的生产。列国的人民拢伫伊的阴影下徛起。遮尔大丛果水的树，树悬，树尾长，叶茂盛，树根顶深，侵入地下的水源。上帝园中的皮香树袂比伊较悬，松树的树枝袂比伊较长，枫树的树花袂当甲伊比。上帝园中的树无一丛亲像伊遐水。我互伊的枝叶茂盛，生做真水。上帝园爱登所有的树拢翕慕伊，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这丛树因为悬大，树尾悬甲拄天，煞自觉骄傲，我就甲伊交予列国中上强大的统治者。这个统治者要照伊的邪恶甲伊报应，我已经甲伊气散。凶恶的外国人甲伊斩断迄角，伊的枝叶落伫山顶甲山谷中，树枝枝气落伫河边，树影下列国的人民拢离开。空中的白鸟要歇伫倒落去的树棵，田野的走兽要倒伫落落去的树枝。以后栽种伫水边的树，袂通阁因为大丛悬甲拄天，自觉骄傲。遐树拢要高大，亲像骄傲的世间人死去，甲死人做伙落去阴间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这丛大丛树落去阴间的时，我要砍深恩，炸断江河，互水流停止来表示哀伤。我要互黑暗盖满黎巴嫩山，互树林内的树木拢高大。我甲伊迄落阴间，互伊甲落深恩的死人做伙的时，伊摔落去的声摇动列国。爱登园的树，以及黎巴嫩水源充足、上好上水的树木，拢要伫阴间得到安慰。这个树拢要甲迄丛大树落去阴间，甲互倒台时人做伙。所有住伫迄丛树阴影下的人，拢要受放逐去列国。你的阳光甲高大伊甸园内面的树木，有倒一丛会当甲你比？毋过，你要甲伊甸园内面的树木相款，互人迄落阴间，甲遐个无受割礼以及互倒台时人做伙。这是记埃及王甲伊的人民讲的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第32章，第12年12月初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为埃及王做哀歌，甲伊讲：你想讲家己伫列国中是少壮会使，其实你是害你的海怪。你伫江河拍扑，用骹河水，互河水变落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伫真侪国家的人民聚集的时，我要拍我的网，甲你掠起来，叫因甲你拖上花。我要甲你迄伫裤骹，钉伫野地，互你做空中的白鸟，甲地上走兽的食物。我要甲你的身躯钉伫山里，用你烂去的尸体甲山谷吞甜。我要互土地啉你的血，
互你的花荫到山岭，种满江河。我消灭你的时，要夜看天，互星辰乌暗。我要用墨粉压日头，互月亮嘛袂发光。我要互天顶的光体袂阁发光，互你的土地陷入黑暗。我至权的上主安尼宣告。我互你伫个国中灭亡的消息传到你毋捌的国家的时，我要互遐人民的心惊吓。我伫个国面前人刀剑的时，因的人民要因为你惊吓，君王嘛要因为你摇摇喘。你倒发迄日，因拢要为着家己的性命不时皮皮喘。至权的上主安尼讲：巴比伦王要举刀攻击你，我要用因的战术消灭你的军队。因是个国中上凶恶的，埃及会夸耀要彻底消失，伊的军队要灭亡。我要杀死河边的精星，无阁有人甲精星用骹拉河水，河水落去。迄时，我要互因的河水清清，互河水亲像油宽宽流。我至权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互埃及趴远，土地无剩半项，甲伊的子民拢杀死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这是一首人哀伤的时唱的哀歌。列国的女子要为着埃及甲伊的人民唱这首哀歌。至权的上主安尼宣告。第12年末月的15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为埃及的群众提靠，因甲其他强国的人民要上迄落地深的所在，甲遐已经伫阴间的人做伙。你着对因讲：你想讲你上水哦，你着去深坑，去甲无受割礼的人做伙，因要甲遐个互刀剑刣死的人倒做伙。刀已经出手，埃及甲伊的人民拢会互人刣死。伫阴府上强猛的战士要甲埃及以及甲伊革命的国家讲，遐个无受割礼互刀刣死的人，拢落来倒伫遮。亚述甲伊的战士拢伫遐，伊的战士待伫四周围，因拢互刀剑刣死。因的坟墓伫阴间极深的所在，伊的战士待伫四周围，因拢是互刀剑刣死的。因在生的时，人非常惊因。依然甲伊的战士拢伫遐，伊的战士待伫四周围，遐个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的人，拢落伫阴间。因在生的时，人非常惊因，但死了，因甲所有死的人相款受侮辱。伫互人刣死的人中间，因为着依然做一顶面床，因的战士拢待伫四周围。因是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的人。因在生的时，人非常惊因，但死了，因甲所有死的人相款受侮辱。米色、土巴甲因的战士嘛伫遐，因的战士拢待伫四周围。因拢是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的人。因在生的时，人非常惊因。因无甲遐个古早的勇士做伙埋葬。遮个勇士带军器落去阴府，刀剑做枕头，做刑罚砍伫因的骨头顶。因在生的时，人非常惊因。法老，你要互人碎骨分尸，倒伫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的人中间。伊都嘛伫遐。伊的王甲所有的领袖虽然是勇猛的战士，毋过嘛要甲无受割礼互人刣死，甲着阴间的人倒做伙。所有北方的领袖甲西顿人嘛伫遐，因的关系捌互人恐慌惊吓，但伊嘛甲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人做伙倒伫阴间受侮辱。至权的上主讲：
埃及王看见遐个国家会灭亡，会为着互倒台时的军兵感觉安慰。虽然我捌用埃及王互世间人惊吓，毋过伊甲伊的军队嘛拢要甲遐个无受甲的互倒剑台时的人倒做伙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以西结书第29章到第32章。